好，又嚟跟實成哥日日賺啦。咁琴日終於輸咗一場啦，結束咗連勝紀錄啦。但係呢，輸一場唔代表冇錢贏喎，照樣贏錢。咁啊，搜尋啦，睇住顯示種類所有，跟住加入種類所有啦。咁啊，睇翻，終於結束咗連勝紀錄啦。咁啊，有提款紀錄嘅呢個戶口，證明真係可以向馬會出糧。咁啊，輸咗一場啦。咁之後呢，即刻就贏翻得啦，贏突咗添啲錢。冇花冇假，贏錢冇難度。咁今次呢，我又再影得勁啲，就係影翻近7日嘅投注記錄咯，證明俾大家睇係投注呢7日裏邊所有嘅投注記錄都影晒嘅。交易種類所有，顯示種類所有，全香港冇一個夠膽咁樣拍晒所有投注記錄俾你睇啊！睇住咯。咁呢，10號嘅時候呢個戶口得28萬，咁之後呢，贏啦，咁就繼續贏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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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就之後呢，好快個戶口去到40幾萬咯。咁之後呢，點樣可以真係可以向馬會出糧呢？就係呢，提款啦，提款，一日就攞咗8萬幾蚊攞嚟使啦。呢個會員冇花冇假。好多人做嘢做1年都未必儲到8萬幾蚊，呢個靠足智彩，咁就已經可以一日就攞8萬幾蚊嚟使啦。咁之後繼續贏，咁就之後提完款之後得翻40萬啦。咁之後呢，繼續贏，繼續贏，繼續贏啦，繼續贏啦，繼續贏啦。咁之後呢，再提款嘅，提完款之後又係繼續贏咯。咁之後呢，結存49萬啦，跟住之後再提款，跟住再提款。跟住之後呢，留意住呢場咯，呢場係真係輸咗嘅，咁所以呢，咁啊結束咗個連勝啦。咁亦都順便呢，亦都借住呢場話俾大家聽呢，我咁樣搜尋呢，係輸同贏都會顯示晒出嚟，唔信嘅可以自己嘗試一次。點解呢場會輸咗呢？輸咗會顯示出嚟呢，因為呢，我搜尋嘅記錄呢，係輸同贏都會顯示出嚟嘅，只不過呢，我全部大部分都係贏錢，所以呢。淨係得一場呢啲咁嘅輸嘅記錄啦。咁之後得翻41萬幾，咁啊之後好快，跟住即刻馬上贏突有餘啦。冇花冇假，睇唔清楚嘅朋友可以將我條片逐格咁樣定住嚟睇嘅。大量連勝記錄、提款記錄向馬會出糧啊！連續7日嘅投注影晒出嚟，搜尋時段10號至到17號嘅。好，今日係咁多。